后来继续进段消息，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来宣布，因的不分区立委的任期将要维持前主席郭文泰所设立的2年条款。黄国昌今仔日嘛表态咯，要来参选到新北市长。伊讲要互家己将做一个上好的选项，嘛无摆脱这在野党共同推出一个上强的候选人。你的立委任期就做到明年的2月1号之前吗？是。讲家己立委的任期，就干那到明年1月31日，实现前主席郭文泰所设立的不分区2年的规定。民众党现任主席黄国昌确定遵照旧例。是讲下任后好气好强，黄国昌已经有报告。你要选新北市长吗？我说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选项，这个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所以会投入这场选举，会新北市长选举是。黄国昌表态要投入新北的选战，希望在野联手做伙杀一个上强的人才。当然，党内其他立委黄国昌也拢有拍算。2016年，除了接替吴春成的老士兵，7个民众党的立委拢将会离开立法院，宣布换会，由洪玉祥、蔡春潮加王安祥等7个人接手。排第15名的李正秀，卖正做头一个中配立委，也毋过向前因为国籍法的问题，无法度顺利就任。不允许说效忠2个不同的国家，应该就到职前办理放弃外国国籍。国籍法规定，担任公职每当有双重国籍，立委应该伫就职之前办理放弃。李正秀虽然已经摕到咱国的身份证，也毋过伊也有中华民国共和国的国籍。未来若是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度就任，就要排第19位单地含来读。柯 P 当初交付给我的现阶段任务就是党团主任，所以我一定会先把我的党团主任的工作给做好。面对国籍的争议，李正秀目前当红停职，暂时无回应。也毋过关系到家己的权益，一定要爱审慎处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